不費力嘅優雅係法式設計嘅重要理念，但係點樣將呢種法式設計嘅概念搬嚟香港？其實設計師都用盡心思。今日就透過天璽天呢個單位，同大家喺空間規劃同埋用料兩方面解釋點樣玩轉法式簡約風。法式簡約風最緊要嘅咧就係通透嘅視覺空間同埋柔和嘅光線，但係香港嘅房間間隔特別多，唔似得外國咁有咁多開揚嘅空間，點先可以做到呢種效果呢？原來秘訣就係打通空間。設計師特登將玄關位做成一個鏤空嘅設計，變成咗一幅中空裝飾牆。中空嘅設計唔單止可以喺視覺上面分隔空間，仲可以透過改動空間動線，保持翻一定嘅私隱之餘，又唔會令空間完全封閉。採光方面，仲可以令自然光穿透成個客廳同埋飯廳，成個感覺即刻舒服晒。假天花都係法式簡約風嘅常見設計。點解要揀弧形假天花？設計師透露咗兩個秘密。第一，弧形嘅線條可以軟化翻香港常見嘅壓迫式樓底。第二呢，隱藏式嘅燈槽就好似光影畫筆咁，透過反射光打出均勻嘅基底照明，再配合翻射燈局部提亮，呢一種分層嘅打光法，正正就係法式柔光嘅關鍵。用料方面，成個空間主要都係用烤漆做基底，再用夾絲玻璃、金屬車石做點綴，牆身用咗花線嘅設計，可以為空間增添一啲藝術嘅氣息。我哋透過客廳嘅隱藏門嚟睇下主人房，延續翻不費力嘅優雅。隱藏門嘅設計令到收納空間、儲存空間、裝飾空間同埋工作空間融為一體，簡潔之餘又實用，正正呼應咗呢一個設計理念，唔使用力嘅優雅。如果你對我哋嘅設計有興趣嘅話，就記得 inbox 我哋啦，記得訂閱埋我哋嘅 channel，唔好錯過最新嘅資訊啦。